Hello， 大家好啊！嗱，歡迎你哋嚟到我 VIP Money Talk 嘅 channel 啊！今日咧，我嚟到維多利亞呢個市府呢一度咧，國會大樓就喺我後邊。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限時嘅優惠啊！呢個限時嘅優惠咧，真係要即刻想話俾大家聽先。其實你有冇諗過啊？萬一我哋嘅健康如果突然間出現咗問題嘅話咧，你嘅家人啊、小朋友啊，甚至乎係你做開緊嘅生意，會點算呢？嗱，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同我合作開嘅保險公司嘅一個特別嘅限時優惠，等你為未來加到強大嘅財務防線先。嗱，呢一個危疾保險嘅計劃咧，專特別係為一啲有小孩嘅家長啦，甚至係中高收入嘅家庭甚至乎係一啲生意嘅老闆嚟設計嘅。嗱，呢個優惠咧，聽住啦，呢個嘅6月30號嘅啫，仲有差唔多係2個月嘅啫。嗱，機會咧就稍縱即逝噶啦。而家危疾保險其實真係可以成為我哋嘅財務救星啊！你試想像一下，如果我哋不幸都確診咗呢啲癌症啊、心臟病啊，甚至中風咁樣，啲醫療費所有嘅生活開支，真係一瞬間就會壓到我哋唞唔到個氣嘅。危疾保險咧就可以俾一筆大嘅賠償金額俾你。啲金額係隨便你用㗎嚇，想俾醫療費用冇問題啊！想維持生活品質，甚至令到我哋家人可以好安心咁樣，都係冇問題嘅。而呢筆錢咧就係我哋嘅救星，等你喺最困難嘅時候可以有選擇同埋有尊嚴。要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嘅限時優惠咧，大家真係唔可以錯過嘅。真係超值嘅。仲要係免保費嘅獎勵計劃嚟嘅。點樣免保費獎勵計劃咧？就係一間同我合作開嘅保險公司而家推出咗一個超級大優惠，就係話如果你有危疾保單生效咗夠12個月之後咧，佢哋就會自動獎勵你3至到6個月嘅免保費期，即係話你嘅保單生效咗1年之後，佢哋直接會 send 翻張支票俾你，價值係3至到6個月嘅免保費期嘅。OK， 等你喺享用咗1年保障之後，仲可以免費享受到長達半年嘅保護喎，咁仲要唔需要額外花多1分錢嘅。咁更加令人心動嘅咧，就係呢個優惠咧就係去到2025年6月30號嘅啫。如果你想將呢個免費嘅保費期咧再延長2倍嘅話咧，記住聯繫我哋，我會話俾你聽一個獨家嘅方法，等你賺更多慳更多。呢個計劃咧係專係俾3種人士嘅。有小朋友嘅家長啦，各位家長，你哋係咪每日都係為咗孩子嘅未來而奮鬥呢？但係如果你嘅健康出現咗有啲咩問題嘅話，咁細路仔嘅學費啲興趣班咁點算呢？呢個危疾保障嘅計劃就係一個保單生效咗12個月之後，就會自動俾你一個免費嘅獎勵，等你為孩子多一份長遠嘅保障。萬一有啲咩意外都好，呢筆嘅賠償金都可以確保你嘅小朋友嘅生活係唔會受到影響啦。大家都愛自己嘅小朋友嘅，而家就俾佢哋最好嘅保障啦。而第2種適合嘅人士就係一啲中高收入嘅家庭啦。既然有中高收入嘅你哋生活嘅品質會自然高咗啦，責任咪大咗啦。譬如我哋都會有房屋貸款車嘅貸款有啲咩旅行嘅計劃邊度停得㗎啫？呢啲小朋友又要學呢樣學嗰樣，係咪？仲有危疾保險嘅賠償金就好似我哋嘅財務嘅後盾咁樣，幫你應對突發健康嘅危機。加上而家呢個限時免費嘅獎勵咧，保單期滿咗12個月之後，自動就會生效㗎啦。俾到你3至到6個月免費嘅保障期，等你慳更多錢。而家加入仲可以延長優惠期添。記住啦，如果而家聯絡我哋想加入嘅話，仲可以幫你有個特效延長優惠期，絕對超值。而第3種適合嘅人士咧，就係做緊生意嘅老闆同埋夥伴你哋啦。你哋嘅生意嘅核心健康就係你哋嘅本錢啦。如果突然發生一啲咩大隻疾病嘅話，生意分鐘可能停擺嘅。你嘅員工啲薪水咁點算呢？如果有危疾保障嘅賠償金，就可以幫你維持到你嘅營運啦，甚至可以渡過難關添。記住啦，只要你嘅保單係有12個月滿咗嘅之後咧，就會自動有一個免保費嘅獎勵。免保費嘅獎勵就係有3至到6個月，等你長期保障更慳錢啦。如果你而家聽住啦，如果你而家想延長呢個優惠2倍，即係話延長呢個優惠2倍嘅話咧，記住聯繫我哋，聯繫我將你嘅好處最大化。我又會提議大家要即刻馬上行動啦。呢個係限時優惠嚟嘅。呢個優惠咧有3大理由令到你馬上動起來嚇。呢個超值嘅回贈就係保單總之滿咗12個月之後，
就會自動得到3至到6個月嘅免保費，一來又慳錢，二來又安心先啦。嗱，限時倒數緊㗎啦，2025年今年嘅6月30號就截止㗎啦，記住係6月30號就截止㗎啦，錯過就冇㗎啦，錯過咗就冇㗎啦。仲有一個獨家機會要話俾大家聽嘅機會就係你哋睇到呢條片聯繫我，了解咗乜嘢係免保費期，可以延長到2倍咧，可以放大你嘅保障。記住啦，聽我講啦，唔好俾呢啲健康嘅風險咧偷走咗你同埋屋企人嘅未來。呢一個限時優惠、危疾保險嘅優惠係你保護家人事業嘅最佳選擇嚟嘅，即刻行動啦！上去我哋個網站，又或者電郵我哋，電話聯絡我哋，去了解多啲嘅詳情。如果想知道點樣可以延長到你嘅免費保費期2倍嘅話，直接聯繫我，呢個係你改變未來嘅時刻，唔好等啦！分享呢段影片俾你嘅朋友、屋企人，甚至你嘅同事去睇下啦，等佢哋都捉住呢個機會。多謝大家！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希望你哋分享，撳個讚啦〜